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刷来，咱来看卖一期提供各位参考学历。会员朋友可以看咱的会员影片嘛？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个2024年12月13號。2024年12月13號，0220做伙開出來。來下3期，內底5尾05。第二組2025年2月13號，0220做伙開出來。下3期5尾帶15。第三組2025年12月1號，0220做伙開出來。下3期5尾帶25。上尾一組今年5月1號，0220做伙開出來。下3期來5尾。以上貨幣提供咱539的朋友參考，會員朋友會記看咱的會員影片，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會使順利中獎，下期節目見面。